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新市区农会，甲在地青年农民合作举办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，开放予大细汉朋友来学番薯，大家是话甲有够欢喜。最近是台南新市番薯采收季节，新市区农会和青农合作办理番薯食农教育体验活动，开放予民众和囡仔来到田园内底。 看免怎用机械来采收番薯，还有青农小过番薯的种类，甲食起来口感啥款。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地瓜这个产业在台湾这么兴盛？哈，主要在这个机械的栽种、管理跟这个采收上面，其实尽了很大的心力哈。囡仔上期待就是会当捡番薯，大家捡一大堆，实在是有够欢喜。捡了好多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哦。 有没有很开心？有。新市区农会讲，农会长期透过调时的采摘过程，来让民众了解新市在地优良农产，举办食农教育活动，让民众更了解新市优质的农产品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